那么师父写这句话告诉大家：依佛本愿踏实做。我们按照阿弥陀佛的根本誓愿，根本的誓愿就是他要用名号来救度苦海众生。我们顺他的愿，顺他的要求。我们呢，我们好好的念佛。他要用名号救我，那我愿意念佛让他救，就是顺他的本愿。 踏实做，老老实实、脚踏实地的这样去做，这样实践，不要违背。名号声声口中过，你把南无阿弥陀佛6日名号啊，朗朗上口，在嘴巴不停的念，啊，不停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随时随地，不管你在顺境，在逆境。 你今天觉得很愉快，你应该要念佛。我心里觉得很难过、很悲伤，要不要念佛啊？要念佛，一定要念佛。你健康的时候，你有体力，好好的念佛。等到你生病的时候，可能住在医院，那么那个时候更需要念佛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，名号声声口中过，那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句一句。 从你的嘴巴这样过去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那么一直念，不停的念，不要懈怠啊！不要懈怠，不要更改，不要去转换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念到华喜心开阔，华喜充满啊！因为为什么？因为知道一念佛是阿弥陀佛要救我。 我充满了无限的希望，我不会再受苦受难了，所以非常的欢喜，充满了欢喜心，欢喜心，心开阔，烦恼也斩断了，心胸特别的开朗，特别的开朗，念到欢喜心开阔，自然相应回极乐，自自然然的，在你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按照他的誓愿来救度我们念佛的众生，只要你不违背。 我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信心非常的坚定。那阿弥陀佛不放弃你，自然在你最关键的时刻，你就回到西方极乐了，回到极乐了。你相应感应道交啊，感应道交，一点都没有差错，一点都不会有闪失，所以你就自自然然的就回到极乐世界了。所以各位很重要的话，对不对啊？ 哎，提醒大家，我们互相勉励啊！希望大家念佛成佛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